这是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赏赐带领，互阮会当活伫这个世代。主，求你的话提醒阮、帮助阮，使阮真正的平安。也求上帝赏赐，因为你逐世代拢提出警告，求主帮助阮，会当伫你的警告进前就回心转意，帮助阮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出埃及记第7章第5节，当耶和华安尼讲，伊讲：当我伸手攻击埃及，带以色列人对因中间出来时，埃及人就会知我是上主。当上帝讲这句话了后，迄个事情就真清楚啊。虽然法老自认伊家己是神，总是伊看到尾嘛是人尔。人免怎甲全能的上主来对抗咧？无法度。总是这场的对决目的，毋是杀赢法老以及伊的帝国。虽然上帝嘛毋是另外一个压制者，就亲像历史顶头有一位真出名的哲学家叫做黑格尔，伊讲。伊读出来记读了，然后伊讲啥物话？伊讲吼迄个就是法老的大摕掉，只是换上帝的大而已。这当然，这句话甲伊所伫的迄个当时封闭的宗教体系有关系。总是事实上，法老甲伊的帝国上顶一套人类历史顶头重复出现的政治管理体系，就是用恐怖统治压迫人民来成就少数人的政治野心甲梦想。这其实就是出埃及记的上帝要对抗的。透过这条路上尾，伊要实现的，就是先知甲启示录所启示所展现终极的公义。所以，信者技术毋那要打击法老，搁较要刑罚遐进行种族灭绝的独裁者。总是现代的读者免不了会家己问，就亲像咱大多咧读这段经在共款，免不了会问：安尼敢有公平？免不了哦。兼讲上帝兼无详时关心遐个伫帝国体制下面受苦的埃及人吗？为着要带以色列人离开出埃及，伫现代人的眼中，可亲像过头的神圣的目的，因为拯救甲征服，就亲像一个故事的两面，全部拢透过目的，就亲像咱所读到的新约同款，为着要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。用无差别的杀害目的来完成，敢毋是安尼？对吧？吼，咱都读到就是安尼。那安尼这才是上帝的公义，特别这啦出对上帝，这才是上帝的公义。这是强调公义人品的希伯来圣经传统。就亲像咱大多所读到的迄个启应文，咱大多有读到启应文嘛吼？迄希伯来圣经的传统平安，以及主耶稣教示的迄个模样，甲伊的款式，一个极强烈
的道德挑战。实际上，我要坦白大家讲，这个问题真歹回答，因为伫旧约内底，咱会一直读到这款类型的故事。咱也有认真读圣经就知，伫旧约内底，咱就一直来读到。总是每一个故事，每一个讲话，其实拢有伊的时代背景甲原因。咱做现代，我无法度解读，就是回答所有的问题。总是咱应该伫内底去发现上帝的本质，就亲像咱这个时阵读到的出来记的上帝同款，咱爱对中去发现到。什么是咱所相信的上帝？出埃及记第11章的第1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主对摩西讲：“我要搁讲一个灾难，予埃及王甲埃及，后来伊才会放恁离开这。伊放恁离开的时，会逼恁赶紧对这出去。”咱读到在章的第1节，迄个灾难，出埃及记原文只有出现伫这个所在，然后伫利未记出现的时阵，通常拢指破病，所以检测咱会当安尼解读，上尾的这个灾难是互大囝破病到死。是互遮个所有大囝破病到死。当这个灾发生的时，原文直接翻译是伊放手的时，伊放恁离开的时，原文其实是伊放手的时，一定会逼恁全部离开遮。这是上帝上尾的宣告。出埃及记第11章第2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你着甲以色列人讲，无论男女，逐个人拢着对因的厝边讨金器、银器。咱爱知影这项代志，早伫上帝呼召摩西的时阵，上帝就安尼对伊讲，这项代志一定会发生。出埃及记第3章21节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我要互埃及人好款待这个人民，袂互因空手离开。上帝知影以色列人伫埃及地做苦工40年，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袂空手离开的原因就是这，因为做工的一定会得到工价。总是更较要紧的是，当因离开的时阵，会得到尊严甲敬重。出埃及记第11章第3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主予以色列人得到埃及人的好款待，佮摩西这个人伫埃及地嘛受埃及王的人心甲人民看做伟大。所以，毋那以色列人，摩西搁较会伫埃及人的面前看做大。那安尼以色列人有做啥无？伊做苦工尔嘛，对无？得到工价已经是有够额。看做重的原因，毋是因本身，包括摩西也共款，毋是因本身。虽然人看这个人改成看起来真厉害。总是毋是哦，毋是因本身，是因为上帝。出埃及记第11章第4节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摩西讲，上主安尼讲：下昏暗半暝，我要伫埃及地行透透。现代中译本来翻译做摩西对埃及王讲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大部分的学者
是安尼认为，这段经过是摩西甲法老彼此放话了，法老讲，我搁看你这边你会死，对吧？就是出埃及记第10章第28、29、29节。所以摩西伫这个时阵，当伊活动心要离开进前，上尾法老的经过，听有意思无？是伫迄个情景发生的吼。摩西活动心离开，伊讲既然过去发生伫埃及的事件，你拢无看伫眼中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头前9个事件、9个灾难发生伫埃及，甲你身躯顶头，你看无看眼中，像是个放话要治阮的命。那安尼，上帝今仔日暗时会来到埃及的中。出埃及记20章第5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所有埃及地的大囝对坐王位的埃及王，到下磨的女婢的大囝，以及拢总头上生的前生，拢会死。咱来知影，伫古早时代，大囝有上要紧的继承权。上帝是安尼宣告，讲上尊贵的、到上卑贱的，拢会死，甚至前生嘛会死。这表示一项代志，这表示埃及这个社会要受审判。这表示总是确实无毋对，这是无差别的目的。伫遐尼多古早文明内底，古埃及人其实对死后的世界尚未，所以其实咱会当对这项代志，就是叫做这项代志叫做死亡之册。在这款的壮丽的册顶头吼，看会出来。一开始。这样代志只有用伫法老后来普及，成做古埃及人的文化礼俗。啥物货是死亡之书？是每一个人拢无共款哦吼。看伊有偌侪钱，伊也好野，也是身份真悬，伊就会当摕到上好的迄种。所以每一个人无啥共款。死亡的之册是互教因的传说，就是互死者前往阴间的路人用迄个咒语，也是符号来保护家己。简单来讲，所以毋知每一个人无共，因为每一个人需要无共。然后伫上尾审判的时阵，会当有适合的回应。伫古埃及一个人死了后，祭司会将人除了心脏以外的器官摕出来，拿做正做咱今仔看到的叫做木乃伊。是安那只有保留心，因为因认为一个人的情感、记忆甲智力拢集中伫心。现在。对1888年开始收藏伫大英博物馆上出名的公国，这个馆的收藏之一叫做《死亡之册》，就是一位伫公元前13世纪古埃及底比斯的文士，叫做阿尼。然后，这个册顶头是安尼写，伊讲伊伫这个死了后，伫迄个死亡的路顶头经历过42个死者法官，上尾来到审判的天平，一边就放一支矛，叫做马特。这个马特其实是正义甲真理的女神的矛，
另外一边就放伊的心，伊的心爱比这支毛较重，才会通过这个考试。听有意思啊吼！伊的心表示讲，伊是好人啊，歹人啦。简单来讲是安尼，伊若是好人，比这支毛，比真理甲正义的女性的毛较重，伊就通过这个审判。啊，若无通过咧，伊的心会互人互一只怪物食掉。若有通过，伊就会当看到阴间的神，叫做欧西里斯。欧西里斯。新亚家认为，对埃及大囝死亡的警告，就是上帝在攻击埃及阴间的神欧西里斯，因为上帝才是迄位掌管生死的上帝。随上出埃及记一开始，伫第一章16节到22节，甲22节的所在，法老下命令要杀死以色列生出来所有的查甫婴，所以法老等于是颁布一条灭族的命令，总是上帝去看这个查甫婴是伊的囝，因为安尼，这叫做上帝用喙齿背喙齿的方式。出埃及记第一章第6节，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埃及全地要有哀伤啼哭的声，以前毋捌有，将来嘛袂阁有。新亚家所例安尼讲，伊讲进就亲像进前以色列人伫遐无助大哭，因的囝、因的查甫婴受伤害。当轮到埃及甲帝国要哀伤啼哭。出埃及记第一章第7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毋过，伫以色列人的地区会真平静，连狗仔都袂甲人，也是真生肥。安尼要互恁知，上主有分别埃及人甲以色列人。只有以色列人伫因中间会种狗，连狗仔拢袂摇伊的指。迄个原文是安尼吼，摇伊的指，狗仔摇伊的指吼。这表示上帝有所分别。我相信饲过狗的人拢知，因绝对会吠，不管安怎，啥物代志拢会小可吠者。所以这叫做文学顶头的对比。埃及人伫遐啼哭，然后以色列人真平静。有神学家，这嘛是香港的神学家认为，狗仔互古早时的华人甲埃及人，拢看做是卑贱的动物，所以这检采有另外一个意思。是将埃及人看做狗仔，表示埃及人毋敢阁向以色列人讲任何不敬的话。出埃及记第一章第8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你所有的人心要来见我，趴伫我的面前讲，拜托你甲军队你的人民拢离开，后来我才要离开。讲煞，摩西起噗噗离开埃及王出去。这第语真特别的讲法吼，起噗噗离开来出去。法老上尾会放话讲，我若阁见你一面，你就会死。这就是摩西对伊的回敬。我为了救你，是你的人心要来救我，因甚至会用拍败的方式，所以拍伫我的面前，拍败的方式，跪伫地面上来求。新亚家认为，因为埃及这人神，埃及王的人神中间
大部分有一群叫做祭司，所以神学家讲这嘛是暗指是埃及的祭司制度的规个拢无去。等待上尾迄在来临的时，迄时毋是你做主讲话，是听上帝的决定。那安尼到迄个时阵，我才有要离开。出埃及记第11章第9节，刷落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主捌对摩西讲：埃及王袂听你的话，所以我要伫埃及地行搁较侪的新者。伫遮咱检查会当来想看觅啊，新者才有法度改变人。咱看到一项真特别的技术，就是有真侪号称的异地人的特会，请问这个新者技术才有法度改变人？对出来自己的讲话来讲，新者技术亲像 A， 嘛亲像 B， 因为法老甲埃及爱到上尾经过真正来临的时，因才觉悟，才做出改变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当人对上帝所做的代志，因为伊的怜悯来变做心意，唔愿用行动来回应的时阵，总是上帝的话对咱讲，伊有缘咧做工，伊有缘要行更较侪的事件，互人来认捌伊。更较侪的事件，咱今仔翻译做新者。某一个部分已经认定，这叫做上帝的作为，听有意思无？当然啦，认得出，这个事件内底是上帝的作为，那安尼迄叫做新者。啊无，咱只是想讲，这着迄个人做的，这嘛是迄个人做的，迄种人，迄是人的作为，无叫做新者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咱爱好好认出到底上帝伫咱生命中所做这个作为，遐个检测，因为真侪人会来分做，这叫做主人，这叫做超主人。其实毋是哦，基督徒无咧分这个代志哦，基督徒看的是。这拢是上帝作为，总是你认得出来呗。这拢是上帝作为，总是请问你当认得出来？你当因为这个事件发生，感觉上帝怜悯，互你搁留地，所以你就信耶吗？总是上帝，既然是活我的上帝，伊就继续咧做工，伊会行搁较侪代志，互咱来认捌伊。再记第11章第10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摩西甲亚伦伫埃及王的面前行这一切奇事，毋顾上主互埃及王的心意，毋放以色列人离开伊的地。布鲁格曼这位拄过身的神学家安尼讲，伊讲埃及是安怎会失去伊的能力，是因为伊毋信应允。埃及就亲像所有的帝国共款，因相信家己已经得到，嘛有一切。咱甲帝国上接近的所在，就伫这个所在，因为咱可能会感觉我已经得到，我嘛有啊，所以会因为安尼，
咱会无相信任何新的未来，咱只有相信旧的代志，然后对这旧的代志组合变做新的物件，就亲像今仔日的 AI 同款。我之前已经有讲过，其实 AI 就是真厉害的 copy， 真厉害的复制啦吼，复制。就亲像我昨伫祈祷会顶头有讲过，我讲过去咱拢追求标准答案，今仔日的 AI 会互现代的囡仔真紧的标准答案。那安尼，现代咱要哪教育咱的下一代？这其实就是咱这个世代会拄到的挑战。事实上，这嘛是先知的工作。摩西甲阿伦要行的新约，行的代志是要互埃及甲帝国知影，真正的快乐甲关联是上帝。若要找到新的未来，就要看见伫这个代志背后，迄个咱看袂见的上帝。咱来学会晓捌伊甲伊的心意，若无放手，灾难就要到。当埃及甲家家户户出现真正毋捌出现过的天口，那安尼迄时后悔嘛袂赴。所以咱爱会记得找到这项代志。上帝就是迄位伟大的上帝。布鲁格曼认为，上帝互埃及王心意伫出埃及记中福一直出现，这是上帝要结束帝国的一种特殊的方式，更较是上帝在表达伊爱人得到自由奇妙的路径。这款的表达比咱会当理解更较多，所以其实咱真歹理解，总是比咱会当理解更较多。无论怎样，上帝的工作其实对两面来开展。上帝工作对两面来开展，一方面，绝望的人无法度想象全新的世界，也无相信歹有结束的迄天。伫黑暗掌管的下面，更较无法度想象未来。总是另外一方面，就是有遮尔暗的黑暗，上帝拢在做工，就是伫上暗的黑暗暝，上帝拢在做工。只要是上帝的百姓，就会渴望了解认捌这位伫黑暗中、死亡中掌管的上帝。上帝子民会因为安尼来理解，迄位家己掠做伊掌握一切的法律，因所毋知的。然后以色列人毋知的是，当因开始向上帝祈求的时，上帝面早就因当越。然后到什么时阵，上帝百姓才当对上帝咧？直到上帝的子民明白，伫黑暗中会当活去，毋是法律，比迄个虚假光明统治者更较有快乐的是上帝。因才慢慢开始相信这个新的应允。布鲁格曼指出，其实出埃及记第11章第7节所讲的故事，是一个也未经过证明的记忆，也是一个大胆的宣告。摩西带极大的热情甲快乐，
徛到失败者甲辩论者迄边，伊宣布帝国要提靠，上帝主名要得到平安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就叫做福音。因为上帝就是迄位为着咱的上帝。埃及甲伊的帝国所拜的神，无为着任何人来存在。迄个帝国，伊期待的是维持现况，伊期待的是对顶头落来的治理。然后因所拜的神，无问世间人的代志，对所有的代志，只是单一个字意，拢咧讨论，毋是现况的代志。对每一个人民，其实有差别的待遇。总是上帝甲伊的先知颠倒变，上帝会为咱，伊因为安尼来。所以，既然上帝百姓就会认出，这原来这就是伊所做。当咱认出这是伊所做，就代表这是新约，因为这是上帝要对咱的记号。因为安尼，咱就对遐开始展开咱生命的改变。彼得后书第3章第90节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。来，有人想讲，主恩慈伊答应要做的事，其实伊毋是在恩慈，是在用忍无爱有人灭亡，爱大家人拢悔改。上帝的容忍，不只是对伊的百姓嘛，包括法老甲埃及，总是甲所有的代志共款，所有拢有时间限定。所有的代志其实伫这个世间上拢有时间限定，因为上帝不止怜悯，伊也是公义的主。做伙来祈祷，主求你怜悯阮，你知影阮较是软者。最时阵，阮会掠做家己真厚，直到阮忽略你所做的代志。当你要做的代志，互阮认出来了后，主求你帮助阮，爱真正求讨赦免。帮助阮，互阮知，这是你爱阮做出改变的时。求上帝帮助阮，引带阮，互阮伫时间限定的内底，阮好好活出上帝你爱阮所活、爱阮所讲的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